另外來看這嘉義市的朴東路阿里山新鐵的平交道呢，今仔日透早天未光，差不多3點半左右是發生一件車禍。這是有一台轎車去弄到鐵路的號誌並車去，警方到場煞無看到人，也毋過這平交道呢4基站甲設備全部攏互弄歹去。雖然講目前這鐵路的車幫是無受到影響，也毋過這個平交道暫時是需要用人工來指揮。阿里山林鐵的工作人員當來檢查設備歹去的狀況，現場毋但號誌甲欄杆攏弄甲壞去啊，邊仔路頂嘛攏斷去。嘉義市的朴東路第27暝尾3點半的時陣，發生轎車佇平交道弄號誌佮並車意外，結果駕駛煞看無到人。接獲110通報，至博東路處理交通事故，發現該起事故波及另一部停放路邊汽車，該車肇事後駕駛人自行離去，涉嫌肇事逃逸。警方受理報案後，積極調閱監視器追查肇事者，並通知車主到案說明，以釐清肇事責任。意外發生了後，警方車調車要趕緊來開放現場的交通。肇事的車輛車頭已經完全弄壞去。阿里山林鐵分局處表示，現場平交道壞去的設備，預估修理要52萬塊，加在無對林鐵的車幫造成影響。博東路發生的交通事故，造成阿里山林鐵第15號平交道設備嚴重損壞，但並未影響路線及列車行駛。本處將洽商盡速修復平交道設備，並求償相關損失。阿里山林鐵分局處指出，壞去的設備有平交道的欄杆、火車通行的號誌甲感應器，所以這個平交道暫時要靠人工來指揮，暗算的是1禮拜的時間來完成現場設備修復的工作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